根據佛經嘅記載，六道眾生中嘅人道住喺四大部洲嘅東勝神洲、南贍部洲、西牛貨洲同埋北俱盧洲。福報最大嘅住喺北俱盧洲，壽命1000歲；東勝神洲次之，壽命250歲；西牛貨洲又次之，壽命200歲。而我哋居住喺苦多樂少嘅南贍部洲，所以福報係最薄嘅。但係此洲嘅人類有3種特徵係其他3大部洲冇嘅。第一，有佛出世；第二，能修梵行；第三，堅強堪忍。呢種堅強堪忍嘅人性，佢嘅結果有正面嘅，亦都有負面嘅。地藏菩薩本願經講，一切眾生未解脫者，性色無定，為善為惡，逐境而生，轉輪5道，暫無休息。南閻浮提眾生，其性剛強，難調難服。各位，當堅強嘅性格沾染喺惡事嘅時候，就好似觸陷泥途一樣，漸困漸重。縱使間善知識規勸莫犯，亦都會重蹈覆轍，不能自拔嘅。呢啲就係堅強嘅負面結果啦。但係堅強嘅人性，亦都有佢至善嘅一面嘅。當佢處於正道嘅時候，能夠引發不屈不撓嘅意志，使到絕望者發奮，失敗者圖強，迷惑者正悟嘅。我哋居於此南贍部洲嘅人類，就係有呢一種從唔向逆境低頭嘅堪忍性格，所以能夠收集苦行，覺悟成佛嘅。故此喺人道4大部洲之中，只有我哋呢一洲先至有佛陀出世嘅。喺人類歷史上，將呢種堅強堪忍嘅人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嘅人，倒有不少嘅。喺20世紀嘅初期，出現過一個盲聾喑啞集於一身嘅奇人，佢勤奮努力，唔向惡劣命運低頭，為千千萬萬嘅人樹立咗一個生活同埋學習嘅榜樣。佢就係喺美國出生嘅海倫凱勒女士啦。佢對生命嘅熱愛、樂觀同埋勇氣，洋溢於每一部著作之中，至今仲遺留下一種振奮人心、鼓舞生命向上嘅力量嘅。海倫凱勒出生19個月之後，就失去咗視覺、聽覺同埋言語嘅能力。世界對佢嚟講，不單止係大半冇咗感覺、冇咗光明、冇咗聲音，而且自己係個啞巴，連內心嘅感受亦都唔能夠向別人傾訴嘅。各位，我哋下次講下海倫凱勒喺呢種情況之下，點樣去求生同埋學習呢？喺20世紀嘅初期，出現過一個盲聾喑啞集於一身嘅奇人，佢勤奮努力，不向惡劣命運低頭，為千千萬萬嘅人樹立咗一個生活同埋學習嘅榜樣。佢出生19個月後就失去咗視覺、聽覺同埋言語能力。世界對佢嚟講，不但只係大半冇咗感覺、冇咗光明、冇咗聲音，而且自己係個啞巴，連內心嘅感受亦都唔可以向別人傾訴嘅。有唔少人稍有挫折或者某些身體嘅缺陷，就會怨天尤人，嘆上天不公平，怨命運不濟事，變成自暴自棄、一蹶不振咁萎縮落去。但係呢位又聾又盲又啞嘅奇人，不單止冇自怨自艾，而且仲孜孜不倦咁去求知，去提高自己生命嘅價值。大家可以想象佢個學習過程係幾咁艱苦。由於聾咗，佢唔可以聽到老師嘅教導；由於啞咗，佢唔可以發問；由於盲咗，佢唔可以認識文字。佢18歲嗰年，哈佛大學嘅前身 Radcliffe College 收錄咗佢，成為第一個又聾又啞又盲嘅大學生。喺1904年畢業。佢後來喺國際上取得驚人嘅成就，成為美國著名嘅作家、教育家，為殘障人士開創咗好多學習嘅機會。佢撰寫咗好多書，最出名嘅有1902年出版嘅《我的一生》
1903年出版嘅《樂觀》，1910年出版嘅《石頭壇的故事》中流，同埋1929年出版嘅《我的日記》等等。人類嘅內心深處有無限嘅智慧，無盡嘅精神寶藏，係用之不盡嘅。佛經稱之為諸法實相、佛性、真心或者實相般若。你有冇珍惜佢嘅存在，並且嘗試去發掘佢嘅功能呢？海倫海勒講：只有聾者珍惜聽覺嘅美妙，只有盲者體會視覺嘅幸福。但係嗰啲冇去體會過失去視覺同埋聽覺嘅人，就好少能夠充分咁利用呢啲幸福嘅功能。佢哋嘅眼睛同耳朵模糊咁睇或者聽周圍嘅一切，心不在焉，亦都漠不關心。人對自己所擁有嘅嘢，往往係唔太珍惜嘅，但係當佢失去嘅時候，先至知道佢哋嘅重要性。海倫海勒勸勉人不單止要珍惜生活嘅每一天，而且要珍惜自己身體上每一個感覺官能。佢喺《給我3日光明》裏邊講：假設你明天可能變成盲人，你會立刻好好咁使用你嘅眼睛去觀察繽紛嘅色彩。黑暗將會使你更加珍惜光明。假設你明天可能變成聾子，你就會更好咁去聆聽聲響、鳥兒嘅歌唱、管弦樂隊嘅鏗鏘旋律。寂靜將會使你更加熱愛聲音。假設你明天會失去嗅覺同味覺嘅功能，你就會盡情咁去聞鮮花嘅芬香，品嘗每一口食物嘅滋味。凡人珍惜生命、熱愛生命嘅時候，性格就會變得更加堅強堪忍嘅。喺學業、工作同埋事業上遇到逆境嘅朋友，當你感覺到彷徨無措、失望、悲傷或者自怨自艾嘅時候，不妨去聯想下海倫海勒呢一位又聾又盲又啞嘅女士，佢係點樣去面對佢嘅逆境嘅呢？千萬唔好失望、悲愁，要好似佢一樣，以堅韌不拔嘅精神去面對生活，披荊斬棘，排除萬難，一定會活得更加有意義嘅。